年客家嘅年度大事，第二届客家贡献奖颁奖典礼根本下晝喺台泰國際會議中心生態舉行，代表全國榮譽嘅終身貢獻獎由漫畫太叔婆嘅作者劉慶謙、太河小說《楊梅山鋪橋》嘅作者王傑，還有國寶級客家山歌歌手賴碧霞得到，另外還有12個客家精英得到嘅傑出成就獎。馬英九總統喺頒獎典禮嘅時節，全場未用客話來支持。首先，我哋來辦嘅係黃水健武師。頒獎典禮一開始，總統馬英九特別來到現場頒發終身貢獻獎本身嘅得獎人，還肯定所有嘅得獎人對客家文化嘅付出老獻笑。看到咁多優秀嘅客家人，在各行各業三忙打拼，無論係傳承客家話、傳揚客家嘅藝術文化，也係做海外嘅客家文化嘅推廣。因為有大家嘅付出，客家文化將做得千年萬年，也俾我哋台灣多元文化豐富又精彩，做出嚟千大嘅貢獻。因為有你，台灣越來越強。2008年客家貢獻獎終身貢獻獎嘅得獎人由漫畫家劉慶謙，帶領美國嘅文學作家汪水健、客家山歌大師賴蘭人，傑出選手獎嘅得獎人語言分析類由汪榮樂、姜萬祖，表演藝術類鄭憲基、潘雅玲，文學美術類莊秋推、潘水劍，供求師傅類林妙鳳、劉南平，文化推廣類鍾潤志、冉潤基。還有青年參與類林子俊，大家得獎人都喺目標中嘅兩位地度，重啟老選擇復興行業、老傳承客家文化嘅工作，得到客家貢獻獎，就得講係實至名歸。下清楚聚會林秋玲特別報道。